各位兄姐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吼！伫主圣的所设立的日子，咱各会当来到上帝面头前，咱要同齐来遮敬拜上帝吼。天气实在阁真炎热吼，请咱大家拢保重咱家己的身躯啦吼。要做礼拜前，咱大家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徛起伫即个世代。侪事，互阮会感觉阮惊吓；侪事，互阮感觉无平安。疫情伫2-3年的中间，一直还阁伫地。天气的变化，也互阮的身躯有阵时会感觉阮承受袂牢。总是主，你是阮的天父上帝。你是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伫地的天父上帝。你是不有的。伫阮的心无平安的时阵，阮拢要来到你面头前，要领受主你赏赐的恩典。主啊，阮是有福气的人。阮是有福气的人。阮会当伫你的面头前，会领受满满的恩典。阮将阮的一切的惊吓、无平安，阮拢要来到主你的面头前来，将阮的无平安，伫主你的内面，会当领受真正的平安。主啊，阮今仔日共款来到你的面头前，阮要用诚心诚实来敬拜你。因为你爱阮，毋是要爱阮外在的学乐，你爱阮用诚心诚实伫你面头前来敬拜。主管阮今仔日的所有的服侍、祈祷，阮的学乐，拢要诚做芳芳的祭来献伫你的面头前。阮安尼祈祷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主内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真欢喜，会当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伊。主耶稣啊，你足疼阮，你为着阮受逼迫，互阮得到医好；为着阮受刑罚，互阮得到平安。你遮尔疼惜阮，主啊，我若要疼你，我若要来疼你。我
乐手，咱来唱第一节，救主我少年你的时。咱第一站唱两届，第一站唱两届。来，耶稣宝贵的名，最我心心是命。哦，主耶稣。亲爱信神，这是请你来运行伫阮的中间，充满阮的心，互阮来敬拜主。心中。
大家备办心，进入今仔日的敬拜。我的心真真，全部听候上帝。我的拯救对伊来，多多伊是我的上跋，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，我袂大摇动。上帝啊，伫你的殿内，阮笑念你的慈爱。即马来唱一首俄罗的诗歌，信诗601首，信诗601首。全能上帝，听我吼叫；全能上帝，听我吼叫。谦卑必切求讨，地就生活得主保守。以外我无所求，地就生活得主保守。以外我无所求，请起立唱全首。叫有平安。
请坐。即马咱来读主祷文，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日时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传阮入地去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即摆咱读启文34篇，启文第34篇。启文第34篇，着称赞上主。我一心要称赞上主。毋通瓦口君王。因一个断去就归土。靠哪个的上帝帮助的人真有福气。伊创造天地海，嘛创造其中的万物。伊为着受枉屈的人伸冤。上主讨棒受乖工的人。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。上主保护厝外人，伊扶持鼓励寡妇。上主为永远作王。着称赞上主。即摆过来唱一首俄罗的诗歌，伫信诗217首。217首。上帝真正是我上帝，上帝真正是我上帝。趁早我要找伊，思想少年袂会得过一目，年久无离。请起立，咱来唱全首。上帝真正是我上帝，趁早我要找伊，思想少年袂会得过一目，年久无离。我心望上帝。上帝是的我运动中，安稳自在欢喜。请坐。请大家同心压头来祈祷。慈悲疼阮的天父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阮深深来到你面前，
主，你知影阮软弱，阮可能伫过去的日子有得罪你的所在，恳求你赦免阮的罪。阮深深来恳求，求你互阮愿意日日来亲近你，了解你的旨意，会当有灵修的生活，也会当传阮的亲人来明白你。主，阮知你是唯一的救主，只有我靠你，才有望甲祝福。求你保守阮，拢会当荣耀你的名。主啊，阮也为着教会来祈祷。教会济团契拢来准备今日的暑假的时间。少年团契生活营、马拉团契甲少年团契福音队、社青团契暑期的营会、教会的关怀时间，求你的信心来引传阮，互阮会当尽心、尽性、尽力来准备遮个时间。透过遮个时间，知影你是阮的上帝。求你赐福阮一粒疼人的心，知影彼此的需要，知影彼此的软弱，阮不足的所在，求你亲自带领，互阮知你是掌权伫咱的当中。今日是少年团契甲马拉团契会长同工就任的日子，求你保守因伫教会的服侍，互因竭力疼心来做大项的事工，求你祝福。主，阮伫你面前宣告，你永远是阮的救主，你是荣耀的君王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即摆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，伫路加福音第12章13节到21节。路加福音第12章13节到21节。现在我来读第13节。众人中有一人甲伊讲：“先生啊，请你教我的兄弟甲我分作业。”若是耶稣甲伊讲：“你即个人啊，是随设立我做你的审判官，还是做分家啊吗？”就对众人讲：“着谨慎约束家己，拢无贪心，因为人的活命不在伊所记住的丰盛。”就因譬如对因讲：“有一个妇人，伊的田园真好收。”伊想来想去讲：“我无所在通顿我的土产，当要怎样？”佮讲：“我要安尼做，要拆我的七仓去较大个，就我的屋角甲财物，拢要囤伫遐。也要甲我的灵魂讲：灵魂啊，你有济财物积聚，做济年的路用。”通清用啉食快乐。若是上帝甲伊讲：“工人啊，今暝要对你讨你的灵魂，就你所明白的要归什么人啊？”竟然为着家己积聚财宝，伫上帝面前无好业的，也是安尼。即马咱来请双福团契来献诗。伊要献的诗歌是主踮我心内无惊吓自在。
今仔日咱要来请邝牧师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拥有一切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引导我每一天拢伫你的恩典中间，互我不时拢会当享受到甲你同在的喜乐。你赏赐我，看顾我，互我伫我所需要一切，拢得到满足。愿主看顾阮心灵的需要，用你的话语来把足阮的灵，互阮的灵会当因为你的话得到满满的恩典祝福。愿一时恳求圣神甲阮同在，帮助阮伫今仔日阮所分享的经文中间，搁一届来领受你的祝福甲恩典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阵啊，我想大家拢伫规个疫情的生活中间，总是伫疫情的生活中间，咱阁受到一种敢若世界咧变化的内面。毋知大家最近敢若有感觉到迄个1000块摕出去，敢若无啥够用吼。咱菜市啊，若踅一抓，进前咧可能吼1000块是2手赶袂离啦吼。即马可能1手就满啦吼。所以敢若无买几项物件，钱就开去啊。即几个月，全球拢咧面对即种咱讲的通货膨胀，物件愈来愈贵，生活就增加了一寡困难。总是咱的收入无增加，支出一直咧增加。我毋知咱敢有看到咱的价金铺仔的数字会愈来愈少无？有吼，有即个感觉吼。所以有人就开始咧烦恼啊。那呢，我的财富，我的遮的金钱渐渐减少啊，我就应该爱采取一寡行动来增加我金钱的收入。也是讲，我减去遐无必要的支出。所以，即个时期，我就想到有人讲过一句话，讲有钱呢，万项事拢会；无钱呢，任何事拢无法度做。这是对咱人的眼光来看，确实，财富对咱的生活有一个真重要的影响。实际上嘛是安尼。那呢，咱来想一个问题是。咱到底需要偌济金钱，也是讲咱偌济财富，咱才有够咧？要安怎才是真正当对这个咱的生活中得到一个满足咧？咱人的有望，就是讲咱要想搁较济，要得到搁较济财富的时，其实咱想要得到的背后，有一个真深沉的问题伫这中间。又是伫咱的内在，咱到底需要什么呢？你需要什么呢？咱敢有人会当替咱回答这个问题吗？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，伫第13节开始咧记录，伫一群人的中间，有人耶稣提出一个问题：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？圣经无记录伊的名，可能伊所提出的这个问题，是一个大家拢会拄到，大家拢会感觉真犹豫，也是讲大家唔知影要来面对的一个状况。耶稣听到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安尼咧问的讲：先生，请你吩咐我的兄弟，爱因来甲我分我老爸所留落来遮的财产。这个人称呼耶稣称做老师，也是讲称作伊是律比，是爱耶稣照着摩西的律法来替伊解决伊这个时期所面对的状况。就是伊的老爸过身了后，留落来遮财产，爱照着摩西的律法来分配。若是咱看到伊所提这个问题，
但是咱看到伊的状况是，伊的兄弟无愿意来处理这个问题，无愿意照规定来做，所以这个人想要摕到家己应当伫继承顶面所得到这个部分。这个人安尼讲也无毋对，因为伫《申命记》《民数记》内面的记载，对这个财产的分配有真明确的记载。这中间提到讲，要安怎对你的这个祖先所留落来，以及要安怎来评断，这个是这个人伊爱耶稣来为伊解决问题的一个根据。但是真实的状况到底安怎？我想经文无记载，咱嘛无法度去要。这个人认定耶稣是一个劣币，所以伊找耶稣来出面，替伊处理调解因家族中间的这个纷争的事。当耶稣听到伊的回答，伊的问的所有问题了后，耶稣咧回答伊的是：这位朋友，是甚物人指派我来为恁审理这个案件？是甚物人指派我来为恁分配你的老爸所留落来的财产呢？这句话听起来敢若真清楚。当这个人伊关心，伊咧看伊的问题的时阵，耶稣敢咧甲拒绝呢？耶稣敢讲，这位朋友，该有真大距离伫的。不过我咧想，耶稣可能是咧表示，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任务，是爱互人悔改，互人来相信也上帝救赎的工作。咧分你的财产的这个问题，伫律法内面已经有真清楚的规定。咱若对民数记也是申命记来看的时阵，这个工作是祭司是利未人，因来做这个工作的。所以有另外一个意思是，耶稣咧甲这个人讲：你找唔到人来处理你的问题啊！伫当时边仔有真侪人，因拢目睭金金咧看耶稣，因咧想。耶稣为什么无要替这个人处理伊的困难呢？耶稣知影因心内所想的，所以耶稣接受落来，伊毋是对这个人讲，伊是咧对众人咧讲，恁爱细腻咧生活，恁爱注意恁家己的欲望所产生的这个贪念，因为人无论伫世间顶面。活富有，伊的性命毋是用财产来量的。当咱每一个人，咱的心若挂入伫即个财富顶面的时阵，咱就受到即个欲望的影响。经文中间记载，即个人来找耶稣。其实伫原文内面，伊所讲的话是。爱耶稣用命令的口气去甲伊的兄弟讲：你爱甲我来分所有的财产。所以，这个真实的状况是安怎，咱唔知。但是，伊已经互迄个伊要得到遮的老爸所留落来财产所影响。这个人伊的心思意念，拢伫这项事顶面。我毋知即个人对着耶稣对偌久，毋知伊甲耶稣咧行咧看到耶稣所做是甚物，毋知伊敢有听到耶稣所教示的，毋知伊敢有看到耶稣所行的一切的事。总是我咧想，伊可能拢无真正了解耶稣所传讲的、所教示的内容。各位兄弟姊妹。伫你的生命中，你会受到什么款的代志所影响呢？也是讲，伫咱的生命中，咱咧追求的是什么？咱详细去甲想的时阵吼，
伫咱人生的无共款的阶段，咱拢有伫迄个阶段想要追求的代志，也是要追求的遮个物件。所以，当我咧回想我生命的即个过程中间，我就用物质来做比喻就好。当我考到驾照迄个时刻，而且奥多麦的驾照时咧，我就想要去买一台奥多麦，然后我就去打工欠钱买一台二手的奥多麦。所以，迄个时刻目标就是要来买即个奥多麦。当我考到汽车驾照的时呢，我就想要有一台汽车。所以，共款欠钱、努力，就买一台二手的汽车。即个图片拢是迄阵我买的二手的车的迄种车型吼，真有历史。当开始工作啊，出社会啊，当我咧做业务的时阵，然后迄阵开始业务拢有一个出外，敢若胖去人无去。迄阵就一个 BB 扣，就开始欠钱买一个 BB 扣，然后行动电话开始啊，同款欠钱买一台行动电话乌金光。总是我咧回想迄个时间我感觉真讨济，因为 BB 扣呢一工谈无几解，行动电话拿伫手的，敢若咧甲人讲我有一支行动电话。然后，智慧型手机出来，就欠钱买一台智慧型手机。伫我人生的这段期间的中间，这个物质影响着我，互我去追求这个物件。当我去读升学院了后，看见规套的升学的这种册，也是讲咱讲的注释书，就开始想，我还欠钱。我嘛爱买几套的，来，互恁要，我敢有买几套的？敢若无人敢讲其实我无买几套的，因为永远欠不到迄套神学书籍的钱啦我呢，即马呢，敢若有一部分尔。无论安怎，咱看咱过去生命的历程的时阵，咱伫迄个时刻，咱会感觉到。迄个时刻，这项代志、这项物件对我真重要。不过，若照着时间渐渐咧行的时阵，咱会受到规个时代环境的影响。咱过去所认为真重要的物件，就互取代去啊。奥多麦、汽车、BB 扣、行动电话、智慧型手机。拢渐渐互新的事物所取代啊，因为伊旧啊，也是伊歹去啊，就换新的取代伊去。这个神学书籍、注释书，嘛因为时代的这种观念渐渐互新的想法所改变。咱每一个人伫咱生命中，咱要追求的这个事物的内面。其实，咱真正甲上帝相拄了后，咱真实去接受到这个真理了后，咱会将咱注目伫这事物的焦点中，转移到咱生命的议题内面。咱就袂互这个世界这所有目的所限制伫的。今仔日这个人。伊来找耶稣，伊爱耶稣命令伊的兄弟来解决因咧分因老爸留落来遮的财产的。耶稣咧帮助这个人，互伊对于老爸所留的遮财产的争议、遮纷争的中间，将这个属伫世界、甲属伫上帝这个无共款，咧说明互伊听。不过，耶稣知影，众人听袂明白即句话是讲，人的生命毋是伫你有偌济的财产、财富的顶面。所以耶稣就用比喻来甲因解说讲，
有一个真好野的人，伊呢有真侪田地，田所生产食的五穀、食的农作物，拢真丰收。所以，即个真好野的，咱讲的有大片田收成真侪，会当食的五穀的人，伊就开始看伊家己的迄个仓库，伊看无够放，伊就咧想，我要安怎来处理遮我丰收放袂去的遮物件呢？所以就甲原本的拆掉，重新起一个更较大的，来放伊所丰收食的五穀甲其他的物。然后伊做了后，伊对家己讲：“伊讲我是一个真幸运的人，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，我有所有一切好物。遮所有我所累积放伫仓库的好物，会当有互我有够夜真侪年来食穿。所以呢，我爱慢慢啊享受，我爱家己留的享受伊啉食，然后真爽快地过日子。这位好野的人，伊为着遮个丰收满满，无空间通放，伊就建造一个更较大的仓库。伊的目的是甚物？伊的目的是为着互家己享受伊所有的遮个一切。咱若对咱即摆眼光，也是讲咱人的角度来看，这个想法是正常的哦。因为要互家己有一个安全感，要互家己过了真舒服，伊收的、伊保存的遮个五穀，嘛是要互家己的心内有一个安全，互伊袂去烦恼讲未来的日子伊无食物通食。耶稣继续将这个比喻讲落去。耶稣继续讲的是讲，上帝要对这个好野的人来讲，讲你这个无知糊涂的人啊，你只有看见你眼前这的财富，你却唔知影你所有的这个财富是什么人所享受的。所以耶稣继续咧讲的是，上帝讲今仔暗暝要将你的性命交出来，你要离开这个世间你所有的这一切物。那呢，你所累积所有的这财富，你所有的财产，将来要归乎什么人呢？各位兄弟，耶稣爱咱人的眼光，对俗世界的中间，提升到对上帝的眼光。属于世界一切，这拢是上帝所享受的，拢是上帝所掌管的。咱人，咱有的这一切物件，咱是咧管理，暂时将上帝所享受咱的，也是讲上帝交托给咱的，咱来尽职来管理。因为这个所有权是伫上帝。咱看耶稣伫这个比喻中间，咱用试着，咱试看卖用上帝眼光角度来看时阵，咱想想上帝会安怎看咱？我会记得真侪年之前，差不多伫2000年左右，咱台湾的教会中间有一个运动，这个运动就是 WWJD， 这个就是咧讲耶稣基督会怎样做。其实这个运动是对19世纪一个牧师伊所写一本册，军队伊的脚掠行来。伫这本册内面，伊咧描述一个失业的工人，伊咧真穷困、真失意的中间，伫一个礼拜，伊来到教会。当时教会有侪人，亲像咱，伫教会内面咧做礼拜。当礼拜结束了后，这个失业的，咱讲伊是流浪汉好啊。
伊徛伫牧师甲侪信徒的头前，然后对因讲：你伫即个所在咧讲到要安怎军队耶稣的脚链时，为什么当你看到一个散车送向的人的时，恁无人对伊伸出手，予伊一点仔帮赞？这本册内面的故事后壁继续写着讲，无几日了后，这个送向失志的人过身啊！这个消息传开，所以教会内面所有的基督徒拢感觉哪会安尼？伫中间有一群少年人开始咧思考，要安怎将耶稣的教导行伫因的生活中间。所以，照着这个比喻的故事，这群少年人因开始决定讲要用一个 WWJD 的这个手环来提醒家己，提醒家己讲，无论咧做什么决定的时阵，拢爱想一个耶稣基督会怎样做。当咱今仔日搁咧听这个故事的时，当咱搁一摆用耶稣基督会怎样做咧思考的时，其实毋是爱咱去思考咱要安怎做，咱爱思考的是要安怎去看见上帝伫咱每一个人身躯顶的恩典。上帝互咱有遐尼丰富的生活，互咱每一个人有够业的财富，互咱每一个人有充足的自由，互咱每一个人有白白得到的救赎的恩典。那呢，咱就要照着上帝的主爱，将咱所领受的一切分享给咱周围的人。所以，咱要讲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家己的时阵，我就想到，咱爱家己甲上帝结连做伙，咱爱甲上帝恢复迄个关系。咱虽然伫世界，虽然讲这个世界真混乱，这个世界有侪侪的引诱、欲望会影响到咱，总是咱每一个人拢因为上帝的恩典、耶稣的救赎、信心的帮助，互咱会当伫这个世代的内面，咱用无共世界的标准，伫上帝真理内面活出上帝的心意。当咱伫这个世界，咱伫这个社会，咱伫这个经济咧变动的时刻，咱咧面对战争，咱咧面对这个破病，咱咧面对这个通货膨胀的时阵，确实拢会影响到咱的生活。确实有这个可能是咱所有的，你所有的财产，可能一时啊就拢无去。咱过去所累积、努力欠起来这金钱，可能拢无去啊。耶稣讲，为着家己咧自积这财富的人，因伫上帝眼中是无富有的，因为因亲像比喻中迄位真有一个真大仓库的人。今仔的经文。其实，耶稣要甲咱讲的比喻，是要甲咱讲，咱咧努力咧累积这个财富，其实较重要的是，咱爱遵行上帝旨意，咱爱伫上帝面前讨上帝欢喜，甲伊有一个美好的关系。无毋对，咱欠这个钱，咱累积咱的财富。伫某一个时间点，咱来享受咱努力流汗所得的这报酬，是应该，是无问题。总是咱来回到甲上帝的关系内面，咱毋那是要追求迄个丰盛的迄个财产，咱毋是要伫享乐的中间得面，因为咱每一个人的性命是有限的，咱每一个人的性命是掌握伫上帝计划内面，
所以，咱应该爱有的是什么呢？你应该拥有的是什么呢？是咱甲上帝迄个美好的关系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听阮、看顾阮、保守阮。当阮呢享受阮工作所得的一切的保守的时阵，阮嘛爱知影，阮所有的拢是对你的赏赐所来。愿主帮助阮，互阮明白了解，阮所有一切拢伫你的掌握的内面。互阮会当甲你有一个好的关系，互阮会当建立甲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互阮所领受的毋若是累积尔，互阮所领受的是照着你的命令、你的听，来甲周围人三甲分享迄个救赎的恩典。愿主帮助阮，互阮将阮的信仰活伫阮的生活中。愿主带阮每一天的路程，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即摆咱来唱信诗538首，信诗538首。我心大欢喜，主踮身边。我心大欢喜，主踮身边。虽然伫世界，若总伫天，做上帝护士，满心欢喜。救主用保惠洗我清气，当我爱保养弥利欧罗，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。当我爱保养弥利欧罗，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。请起立，咱来唱全首。我心大欢喜，主踮身边。虽然伫世界，若总伫天，做上帝好事，满心欢喜。求主因保惠洗我清气，但我爱保养弥利欧罗，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。但我爱保养弥利欧罗，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。替心来顺服，心来安宁，天堂的福气，公路甲我往来，保养主耶稣主美怜爱，但我爱保养弥利欧罗，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。但我爱保养弥利欧罗，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。专心来顺服，凡事平安。辛苦我求主福气有限，尽心来听候，毋望主来。踮伫主耶稣满心怜爱，但我爱保养
主耶稣受罪功劳。请坐。这是咱要来会长的就任，要为着玛纳团契甲少年团契会长就任。咱请少年团契会长林聪慧甲玛纳团契会长张静元来到台前。恁两人只是要就任教会少年团契以及玛纳团契的会长的一职，所以这时我要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来问恁几个问题，以及恁的誓约。第一，恁两人要接受少年团契也甲玛纳团契的任职，恁有确信这个是上帝调明也无？恁要受这个职，恁就我去教会头主耶稣基督，独独尊伊做主，来尽恁的职务。恁约要安尼行也无？这是要来宣告。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东会小会官兵，设立恁两人来正做团契会长。林聪慧姊妹入要正做少年团契会长的职务。张景元入要接受玛纳团契会长的职务。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，甲恁所做，定定关心这项事，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。咱即时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主上帝，即是愿照着你所爱愿的每一个人担任无共款的职务，互林聪慧担任少年团契会长，张静元担任玛纳团契会长的职务。愿主你看顾因两人，伫未来的日子，拢会当照着上帝你的心意，照着上帝你的话语，互两个团契中间的每一位客友，因的团契生活，拢有上帝稳定的基地，看顾因，保守因。当因拄着困难脱害时，教会会真做因上大的帮衬甲看顾。愿主祝福伫因两人，经过会长的职务，伫因的心灵顶面得到成长。愿主祝福伫因的身躯，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要代表教会有两个聘书要互恁两人。这个聘书是对今仔日开始，一直到2023年7月31。有一项事要甲大家报告。伫暑假，咱看到伫周报内底有报告讲，伊伫8月底，因两个团契要联合去到桃园的巴林教会，要去遐做短宣福音队。所以呢，咱因伫这段期间在筹备，因咧共同为着这项事要来出发。所以两位会长因的责任真大。咱来恳求上帝赏赐因有教遐智慧、慧力，互因伫这项为主做工的事奉顶面，会当尽心尽忠，而且从咱教会遮的少年团契、甲玛纳团契遮所有青少年，会当有上帝保守甲看顾。咱这是同心为两人祈祷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。赏赐智慧伫因两人的身躯顶，因伫8月底要带着团契的青少年去到巴林教会服侍。愿主加添因两人伫筹备的中间有聪明、有智慧、有勇气，
将一切事务拢照着上帝你的心意来完成一个即届的事奉。愿主赐福伫因的身躯顶，互因伫这项福音的事工顶面，互因每一个人拢得到成长。愿主亲身看顾，愿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咱个拍鼓来欢迎。今摆咱来奉献。即马咱来报告，咱先来读今日的经句，请紧那为着家己自己财宝，伫上帝面前无好业的，也是安尼。福音12章21节，紧那为着家己自己财宝，伫上帝面前无好业的。也是安尼，路加福音12章21节，请大家来看周报的第3面圣工分担。后礼拜领唱是敬拜团，司礼是张文林长老，
司经是吴恩婷姐妹，献诗是信瓜堆，书献是彭兆亮、林宗豪执事，交代是林宗豪执事、周绿健弟兄，音控是我本人甲中建团弟兄。讲稿整理是许牧师。咱来看后礼拜的主会内容。拜三的查经基督会是题目是专心提定的事，主理是科牧师，事会是张文兴执事。后礼拜是联合礼拜。经文甲题目，咱信息甲启文，咱大家家己来看。即摆咱来看教会的消息。伫咧主报第6面，第一点是后礼拜是8月17是联合礼拜，要举行父亲节的联合礼拜。第二点，关怀造就课程，伫本主日下晡1点，伫2楼礼拜堂，主讲人是科牧师，咱邀请教会兄弟姊妹一齐来学习关怀亲人会友，要来建立一个好的关系。第3点是2022年的亚活礼拜，定伫9月25号要举行亚活礼拜，即寻根之旅，要来体验第一代信徒的脚跡。咱要去马沙嘉丁堡有来，礼拜了后，若是还未报名的人，会当到1楼的柜台报名填写。若是还未交费用的人，嘛会当即个文宏长老甲嘉文执事来报名交费。8月24号是报名的这季的日子，请大家来注意即个日子。那活动的说明，咱会当看这主报的第9面，就是有一个单章这样子，后面有那个详细的说明。第4点是团契会长就任。那第5点是结婚的消息吼。赵一诺的长老甲林晶晶姐妹，伊的中公主赵颂阳弟兄甲曾嘉丽姐妹，要定伫10月1号拜6 9点半，伫济南教会举行这个婚姻礼拜。12点半，伫这徐州路2号庭园会馆要办理这个喜宴。欢迎兄弟姊妹来参加。若是要来参加这个婚姻礼拜或是这个喜宴的，那请到柜台来填写参加单。第6点是8月份的受签，8月份的受签的名单伫主报第8面，咱来祝因的生日快乐。补充报告吼。关于亚活礼拜的部分，请咱你若袂记讲你有报名的吼，无要紧，咱将已经有报名的名单拢放伫1楼的柜台顶面吼，所以你可以使去看者。那也未报名的吼，即个时刻来报名。到8月24，咱要截止，因为咱要备办车辆吼，伊个包括你的路线，你是要规个拢行，也是头前这段要坐车吼，所以咱详细内容看周报即个。第8页内面吼，第8页内面的说明吼，再来是第5点的结婚的消息吼。迄个宋阳要结婚的这个部分分做2个部分，第一个是伫济南教会迄个礼拜部分，第2个部分是这个宴谢的部分吼。所以有分开来填写吼，所以咱看迄天
咱会当的时间，咱就将迄个咱的名添起去，互即对新人伊会当有做真好的备班。阮邀请大家为因即对新人来关心代祷。即个时期，咱要为着8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，咱要唱生日快乐歌，已经要甲祝福吼。咱在场8月份的，遮个兄弟，你请起立，咱生日快乐，咱唱2届，拢唱台语的，来请起立。荣誉长老对，来，好，咱来唱。好，咱等者抒琴。好，咱做伙来请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咱搁一届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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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咱同心为着因来祝福。转年爸，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会当互阮甲8月份生日的兄弟同欢喜。愿主看顾因，保守因，互因伫因的生活中间有上帝你的平安甲因做伙，嘛有上帝你随时伫因的身躯边帮助因、看顾因、保护因。愿主你过去安怎享受因的恩典，即时恳求你加倍伫因的身躯顶，嘛祝福伫因的家庭的中间。拢领受这个丰盛的祝福，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生日快乐！好，咱继续要为着这礼拜咱要带祷的2个家庭。第一个家庭是正雄兄吼，伊的家庭，伊要为着伊的爸爸甲伊厝内底所有亲人来带祷吼，要为着伊的囝儿、新妇、囝婿事业顺利平安。甲伊4个孙吼，4个孙有这聪明、智慧、认真学习吼，品性会当真端正吼，互因全家搁较听主，时刻来祈祷仰望主吼。这是建雄兄伊要带祷的事项。第二个是春燕姐吼，春燕姐伊无拄会当来到咱中间吗？无吼，先生嘿，因先生伫咱中间吼，咱欢迎伊。因为春燕姐伊无法度来，是伊要请咱为伊带祷，就是第一点吼。伊的迄个免疫系统吼，攻击伊家己，滴到伊的面吼，迄个发炎、过敏，所以呢，伊真艰苦，特别天气热的时阵，伊特别艰苦吼。咱爱为伊祈祷，恳求上帝医治伊吼，帮助伊会当，互伊这免疫系统莫遐强甲攻击伊家己吼，为伊祈祷吼。第二呢，伊恳求上帝。保守伊甲伊的先生吼，晋之兄吼，伊有平安、健康甲喜乐。嘛，保守伊伫多伦多、甲洛杉矶，伊的囝儿吼，出入平安、健康。嘛，愿上帝恩典伫伊的身躯顶，互伊将即个福音带入去伊的家族的内面，互每一个人拢会当来认捌主、信靠主。咱爱为着即2个家庭，即礼拜中间，咱为因祈祷。即时咱同心为着即2个家庭来祈祷。全能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看顾阮，感谢你，互阮真做集体彼此带祷。即时刻，阮为着阮的集体中间的建雄兄伊的家庭来带祷。愿主看顾建雄兄伊的爸爸甲伊的亲人，互因每一个人身体拢健康，互伊的囝儿孙拢有上帝你亲身的看顾，嘛看顾伊的囝儿、新妇甲囝婿。互因伫事业顶面会当真顺遂，拢有平安甲因同在。互伊4个孙拢真聪明，互因会当认真学习，有上帝教师伫因的中间，看顾因全家，互因哪来哪听主，时刻仰望祈祷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嘛愿你看顾春燕姐的家庭，特别看顾春燕姐。因为家己的这个免疫系统攻击家己，滴到伊的面发炎，互伊真艰苦。阮恳求上帝你医治的灵敏伫伊的身躯顶，看上帝的看顾保守，甲伊同在，医治伊看顾伊。嘛愿你享受，
互伊有一个好的医生，互即个医疗团队会当针对伊的状况来帮助伊，互伊伫个生活中无搁再受到即个即个发炎的即个艰苦。愿主看顾伊甲伊的先生，拢有平安甲健康，也搁有喜乐的同在。互伊伫国外，无论伫多伦多，也是伫洛杉矶，因的囝儿拢会当有主亲身看顾保守，嘛互伊会当将即个福音的信息传到伊的家族内面。愿主亲身看顾即两个家族，保守即两个家族，祝福即两个家庭，互因拢会当荣耀上帝的名。愿主亲身保守，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以上。即摆来唱刷尾篇诗是395首，至神天父，愿感谢你。请起立，来唱全首。至神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受你恩宠，甲你相见，心内罪恶伫你面前，对主无悔，大地洗清，愿你所要。心难结好归期，顺主你爱最好模样，因错人人离婚地球，完美心酸求主赐福，困苦的人属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恩望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之地，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。